大家好，我係倪可琳。今日嘅重點新聞係報導樂道中學校園電視台嘅成立過程。樂道中學為咗提升學生嘅學習興趣，強化學生嘅共通能力，喺去年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撥款設立校園電視台。陳浩庭報導。樂道中學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嘅撥款，於2014年9月已經獲得通過，而校園電視台整個計劃進行嘅時間係由2014年11月至2015年嘅9月。我係成立校園電視台的，係希望提升同學嘅兩文三語能力，營造豐富嘅語境，亦都透過校園電視台分享校園生活嘅點滴，同埋展示學生一啲嘅學習嘅成果。我係校園電視台嘅名稱叫 Channel V， 中文嘅名稱就係我們的頻道，意思即係一個屬於我哋學生嘅頻道。咁我嘅台徽都由學生設計嘅，線條以簡潔為主，用4種顏色就係藍、綠、紅、黃，代表校嘅4個社係誠信好學。我哋希望校園電台可以加強學生嘅協作、溝通，運用資訊科技、創造、批判思考同埋解難呢啲嘅共通能力，從而促進學生嘅自主嘅學習，並提升學生對學習語文嘅興趣。我希望亦都能夠提供一個創作嘅平台，讓同學可以發揮個創意。各個學習領域同埋行政組都會為校園電視台係製作一啲嘅電視嘅節目。咁而節目嘅內容個構思就會由同學啦同埋老師一齊嘅去合作去編寫而成㗎。咁整個嘅製作過程就由校園電視台小組去負責。校園電視台小組嘅成員就包括IT 組嘅同事啦，同埋係學生。咁而監察嘅過程就會由校長同埋副校長負責啦。喺計劃進行期間我哋希望各個科組都能夠係掌握呢個嘅製作電視節目嗰個嘅經驗。咁而去到呢個嘅計劃嘅期尾嘅時候我哋希望係能夠作一個嘅整體嘅檢視，透過檢視去探討校園電視台未來嘅發展。最終我哋希望校園電視台嘅運作係由同學去負責，而老師只係擔任一個指導嘅角色。我而家身處喺學校新翼4樓嘅走廊，電視台設於415室，由普通班房改建而成。而家等我帶大家參觀一下校園電視台嘅設施啦。電視台入面分成控制室同錄影室。控制室主要用作節目直播同埋後期製作，設備包括實時數碼影像及音訊控制系統、串流直播器同埋用作剪接嘅電腦等等。喺大型活動上面，例如家長日、畢業典禮，學校可以透過有關設備進行現場直播同埋錄影。錄影室主要係拍攝嘅場地，透過綠色嘅特效布幕，可以喺節目錄製中即時加上背景或者動畫，製造不同嘅視覺效果。成個電視台系統已經支援全高清拍攝同埋後期製作，有利校園電視台嘅長遠發展。校園記者陳浩庭報導。電視台要製作節目，除咗需要硬件之外，軟件嘅靈魂係嚟自老師同埋同學。記者廖子晴會採訪一下有份參與嘅同學。馬庭謙同學，我知你都係電視台小組嘅成員，主要就負責拍攝同埋收音嘅工作。咁喺錄製節目期間，有冇遇到啲咩困難㗎？其實拍一條片並唔簡單嘅，要有好多注意嘅地方，例如收音啦、場景嘅佈置啦、燈光啦呢啲咁嘅問題。如果其中一個做得唔好，就會拉低咗成條片嘅質素。所以我哋電視台可以話係一路拍一路學㗎。咁喺拍攝嘅過程裏邊，有冇得到啲咩啟發同得着啊？呢方面梗係有啦。自從做咗電視台嘅工作之後，我就明白到做好一件事要有充分嘅準備，而且要細心留意各項嘅細節。而且我喺電視台做好一件事之後，就會令到我有好大嘅成功感嘅。余詠琳同學，你都有份參加節目嘅演出㗎喎，演出嘅工作容唔容易啊？有冇啲趣事可以分享下？台上1分鐘，台下10年功。原來幕前嘅演出都係一樣㗎。你以為好易好快完成嘅鏡頭，我可以 NG 咗好多次。
有一次化學科要用到一種化學品嚟做實驗，但我不斷講咗碳酸鉀，足足 NG 咗5、6次咁多啊！咁其實你中唔中意參加幕前嘅演出㗎？中意啊，因為可以喺鏡頭前面表現自己，而且當我見到完成品嗰陣時，我覺得自己好有成功感。其實製作一個節目真係一啲都唔容易㗎，由最初嘅內容構思、選角、取景、拍攝，到最後嘅剪接同埋檢視，都係嘥咗老師同同學唔少嘅心血同埋時間。校園記者廖子晴報導。校園電視台會喺畢業典禮舉行開幕儀式。喺之前，老師同同學已經嘗試製作咗一啲節目。喺新聞結束前，請大家欣賞我哋剪輯咗嘅片段。再會。